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有看到背后的山景哦，那风景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哦。那山下是太行，山档是神沙，是你几只太台总司的后花园哦。按这样的风景呢，这样是你嘅胡志强市长呢是讲到，我来协调到神沙到太行的流浪线，来带动你神沙太行地区的观光旅游业嘅发展哦。因为呢。太行到神沙山路非常非常的好，一到冰凉日甚至神沙花海嘅发动期间呢，交通都会太大嘅情况哦。故所以协调流浪呢，本乡亲朋友游行呢，再从流浪上来，除了看安这样风景以外呢，也唔是到路上来塞车啦哈。但是呢，安尼呢，到选举以前呢，也分平芒果的情况之下是同时的走上，引起行政长期。当本呢非常大的争议。另外呢，那种神沙太行的头壳山呢，也台湾有名的生态嘅奥体型之一咯。故说咧生态嘅保育团体，因为讲咧体质并冇适合来去那种流浪吼，安全性係非常大嘅危機哦。唔過咧下先期先睇咧，是呢市政府團隊產生呢，對呢條神沙到太行嘅流浪線，佢哋有可能全盤嘅考量，然後呢因為行下去咯，像今邊來到呢個神沙，等下來到知名宮哦，呢個香菇上去咧，那個知名宮咧，來向鄉親韓國嘅呢政府單位，甚至係專家學者共同面對面來討論。除咗去流浪以外，另外呢，還有其他面向值得人來關心嘅。開會了！以下讲头来到你神沙乡的知名宫的面头前哦，看到你现场乡亲走冷冷，先跟大家先问个好，大家午安。好，马上为你收给现场的 T 嘅来宾，系你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嘅主任秘书庄佑梦，庄主秘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谢谢主秘。主秘今天可以针对目前这个案子在台中市政府的现况跟我们做一些报告。那但至于决策怎么样，那想后续就林佳龙林市长会做一个决议了哈。那听给来宾呢，还你彭家太好，另一个就是都市计划系的刘耀华刘老师，你好。主持人好，还有大家好。第三位来宾是台湾生态协会的蔡志豪蔡秘书长。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好。听我讲到了，我呢还有很多胡志强副市长时代都提出来哈，来看一下那叫 BOT 嘅那个台地嘅上到样板型的情况哈。目前看得到呢係那只新泰線嘅高空嘅流浪呢，佢全長係3128公尺啦哈，所以大概是3128公尺，有3隻站哈，從你太康那邊起站開始一直到神沙哈，有3隻站。那塔柱呢，總共有18個哈，那我經過你所謂頭殼山的這個稜線哈，我有18個塔柱哈。那新建的經費呢，這經費曾經有人說是17億，那也有人說是來到24億哈。那到底這新建經費是怎麼樣？等一下可以來了解一下。預計營運呢是從107年開始哈，所以。有可能3年後咧，可能是進行喎，像兩地方所有青島嘅討論，像想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日見現屆神沙花海，成日遊客來嘅人數突然增加，2014年嘅神沙花海節創下276萬嘅參觀人數，比前一年成長5%，國家為神沙4維商圈帶來將近700億嘅商機。另外，旅客未來要來神沙，可能是在選擇另外一種交通工具，那就係流浪。台中市政府計劃對太康到神沙起一條旅遊交通線，分做太康地區嘅輕軌，也係客運，佢用公車接駁嘅方式，同旅客駛到流浪站，用流浪連接太康同神沙，用無相關嘅交通工具伴旅客體驗，拓展旅遊形態，同時帶動地方繁榮同產業機會。我哋兩個居民感覺講吼，因個新大南線吼，對兩來係對因個社區啦吼，地方上嘅幫助真大，因個經濟嘛無膨脹啦。雖然神沙地區非常期待新泰線流浪，不過對於山下嘅太康地區來講，見當時邊緣化，相機看得到，視唔到，同時交通將會更加模糊。新泰線已經做了，那每個人就是說到大坑只是一個
经过一个而已，它就是不会在这边留在这边消费。那我们大坑的建设是建议说，能够尽量把客人留在我们大坑这边消费。那这样一方面，它这样已经新大线做好了之后，整个游客他只是会往新社那边走。泰康铁器嘅设立唔免无道理，因为新泰线流浪计划分做3个区段，第一区段系高空流浪，也就会连接泰康山区到新社。乃第二区段同第3区段，泰康铁器嘅交通建设，喺第二区段高空流浪营运2年了后将开始起。了2年，泰康铁器可能要面临更加严重嘅塞车。更加唔是讲，规个交通建设完成了后，旅客体验无相关嘅交通工具。泰康将会变做路过嘅 T.0。好，看咱新闻影片，恁更加详细了解一下，都在个新泰线嘅流路嘅详细规划，太天样板型哈。所以看到两张图表呢，第一团呢系你所谓空中流动嘅部分，其实都系你嘅新沙站哈，那个头科山站以及大坑这边的登山口站，总共有3角站哈。那这个缆车的这一段部分大概有3128公尺左右，这是这个标案里面呢 BOT 里面呢第一个阶段要来新建的部分。那新建营运2年之后呢，才要来进行所谓的第2区段，就是民间自提接驳的部分。那第1区段跟第2区段呢是一个 BOT 的案子，是一个招标案。那第3区段呢是地面缆车或捷运的这个部分呢，这是第2个标案，所以3个区段分成2个标案。那在第2个标案的部分呢，这个地面缆车或捷运系统呢是由市府来新建，它是用 OT 的方式，只是营运的方式呢委外出去所以是不一样的。这个第一段是空中缆车 BOT 厂商，那它这个部分呢，其实有比较大的这个被争议点，就是说它会经过大坑山区的保安林，这个保安林所属是行政院农委会的林务局，保安林唯一一个目的叫国土保安之用，它不能开发所以保安林可不可能通过开发来新建缆车塔柱呢？这不是台中市政府说了算，是林务局肯不肯解编的问题，是中央政府要来解决的层级的问题。好，那它会假设要盖的话，它是采用索道的施工方式来进行哈。那营运2年之后再盖第2区段，好，我们就马上来看到第2区段的部分。第2区段呢，它就是方便大型巴士进出，因为它预期会有很多的人这个搭车到了大坑的山下的登山口站呢，搭缆车所以要方便大型巴士进出。那台中市政府必须要先拓宽清水巷、浊水巷、横坑巷、连坑巷、北坑巷，把这个从3到5米的小巷子变成8到15米，起码是双线道这样一个马路才有可能来进行那我想这个部分是 BOT 第1阶段招商的部分我想先请教一下庄主秘，针对这个案子，去年其实已经有开标，但是没有厂商来投标那我想请教一下主秘，就是说目前这个案子在市政府它的现况大概是怎么样？先跟大家做说明好吗？谢谢。那我们目前的那个规划的状况，当然，它这一条缆车是要接捷运绿线，然后一直到金补库，然后由那个投标厂商他自己提的所提的那个自体的那个交通接到青山站，还是要接到圆环站？怎么接？然后接到登山口站，然后由高空缆车到上新社。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观光游憩的，是它不是要解决目前大坑到新社这个山区道路在观光旅游旺季或者一般假日旅游交通拥塞的问题。它最主要的目标还是在观光游憩，那个交通的问题不是在这个案子里面。所以这个部分是主体，他要先来做，他要先来营运2年之后，才会有第2区段的施作，才会有另外第2个标案第3区段的施作。那一部分我不知道决策的事情了哈。那从现况是这样子。好，谢谢。我先做一个说明。好，谢谢。那为什么会这样？有几个原因，我大概也在这边再说明一个。因为最主要还是，区县这一块会经过多次的跟那个地方说明会还有相关议会的报告说明之后。那个中间这一块那最主要是私有地很多，
那要解决不是非短期之内可以去征收用地取得。是，所以市府提出所谓创意开发这4个大家都没有听过4个字，大家没有听过的新名词，到底什么是创意开发？等一下我们有机会请这个主秘说明啊，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机会留给现场乡亲，就是说对于刚刚主秘说明的新大县目前的现况，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你觉得需要提出来的啊，由我们主秘带回去提供给新市长林佳龙林市长来做参考的，请举手发言好吗？有没有哪一位？刚刚主秘已经说了哈，那个是观光游憩，它不是要疏解我们原来设定的，一直都认为说设定它是在疏解花海人潮。所以大坑地区民众认为是要疏海，是解决交通拥塞问题，这个对不是增加观光人潮。是啊，这完全是两码事哎。所以第2阶段、第3阶段是假的，我可以现在这样讲啊，这个很明确嘛。你看，你只要做第1阶段。那你设定的每个小时的运载量是2000人要涌进来大坑坐这个缆车，哎，我们大坑哪能承受这么大的那种人潮呢？那怎么能够承受呢？在大坑延缓就塞死了啊！那我们的例假日，我们大坑人民要去哪里啊？好，那非常谢谢这位小姐。那老师就您了解了，就是在去年4月所公布的大坑的风景特定区里面，有包含这样的一个缆车路线的规划吗？我要讲的是，去年通过的这一个都市计划是比较明确的给大坑一个定位，这个地方是要走观光游憩的。那所以这个观光这油气的这载具这缆车新建就符合这个风景区的这个建设的计划的目的喽。它从它的公共设施的配套来看，它的道路用地只配了76公顷，只有2%。一般我们在做都市计划的时候，道路用地大概都15甚至到20%。就说你开发100公顷的地方做这个都市计划地区的话，大概会有15到25公顷的土地啊，会是拿来做道路。所以台中市政府看到这边交通拥塞情况的状况下，它不但没有把这个交通用地的比例提高，而且只有到不足这个平均值15，是往下修了13%，只有2%。它只有2%。然后呢，重点是在于它的风景区啊，原来是有2000多公顷的风景区，现在变成是100多公顷。然后呢，过去很多的风景区啊，现在都变成农业区。变成农业区有1500多公顷，40几%的土地啊，变成是农业区。原来的2000多公顷的风景区啊，剩下376公顷是恢复到原来的风景区。特种的油气用地大概100多公顷。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这样，就是说，显然这个地方是要往观光油气，一年大概预期会有370几万人是可以融到这个地方。可是它的道路面积是没有准备要让汽车大量进来的，所以我就说，就那一个界面，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思考的是大众运具优先的观光油气。好，这个定位如果没有抓清楚，把它只走观光油气，忽略掉它的道路能量是不足的，这样未来的确有可能是一个灾难。好，那我想请下主秘，就说当初这个去年4月份这个大坑的特定风景区都市计划提出来的时候。当时候，这个台中市政府的做规划，像城乡局还是什么都市发展局之类，有来征询过你们在周边的相关配套措施需要多大的这个交通的运量这些规划，你们有跟他甚至提醒他说，我们这边缆车站每小时要2000人进出，你只有2%的道路用地是不够的，你们有去做横向连结吗？在市府里面？我想缆车的一个规划，我刚刚讲的那个步骤几个那个阶段都有做。那我们在相关的规划的过程当中，是都有府内相关单位还有专家学者都有邀请，而且都有做相关的记录了那相关的建议，当然我们会在这个计划里面去做因应。那至于说都市计划相关配合的相关的措施，我想应该也会后面接续应该要来办理啦。这是我可以这样的一个反应说明。地方上也有很多的乡亲在讨论的，就是说这个案子过去在去年的时候年底曾经进行招标可是当时是没有厂商来投标，所以目前还没有得标厂商产生。但是这个招标作业呢，就引起地方上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它的环评还没有过。按照这个行政程序的这个
流程来讲的话，应该是要通过环评之后呢，才来进行招商。可是当时候的台中市政府却是采行招商跟环评同时来进行，因此很多的乡亲都认为说，如果是以依法行政来论的话呢，市政府是带头违法，所以环评的同时怎么可以同时也招商呢？如果将来造成招商得标厂商的损失，这个损失该由谁来赔偿呢？好，我想请教现场的乡亲，就说针对招商跟环评同时进行，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没有？既然它第一期跟第二期都是同一个 BOT 的话，那你现在你看嘛，第二区是橘线，或者是绿线，或者是蓝线，那到底是哪一条线呢？那不用环评吗？那环评会过吗？它经过私人的地那么多，你征收不会有问题吗？好，那你要说第一区做完才要做第二区，那你都不通过的话，或者是征收发生问题的话，那你要摆烂吗？我们市政府可以这样子丢给 BOT， 这是 BOT 的，要摆烂吗？针对环评部分，台中市政府也说，这个 BOT 案子呢，我们会进行2阶段的环评，是非常审慎的哦，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台中市政府来施作，由台中市政府召集专家学者来对整个 BOT 案子呢进行这个环评的这个审查。第二个阶段呢是由得标厂商自行来施作，那来施作说，如果我要盖这个黄色的线，如果我要盖绿色的线，如果我要盖蓝色的线呢，它的环评是什么？由厂商来施作哦。那针对这个部分呢，这甚至对于这第2区段部分，因为大部分都是私有地比较多，所以就暂行还没有去开发，而且留待厂商去解决。那第1段主要都是国有林地哦，所以这个相对的就是用地取得比较简单，所以就先来做哦。那台中市政府也说，这个部分呢，我们就采用创意开发的方式哦。那蔡志豪蔡理事长，你对创意开发这4个字曾经也微文有一些意见反映了哈。您觉得说台中市政府把这第2区段这创意开发，甚至这环评跟招商同时进行，您的看法呢？在这个所谓的创意开发的部分哈，我们当时也是非常疑虑这边有关这个私有地征收的部分哈，到底它所谓的创意开发交付给厂商，政府它不负责去面对这个征收土地的这抗争的问题，透过厂商他自己去解决。那厂商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呢？如果我们家的地不卖，我们的房子不卖，那我们家会不会突然失火了呢？或者是我们遭受意外呢？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情形，政府应该要负责说清楚的哈。有关于这个厂商跟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里面所谓的政治风险，它列了7点，其中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呢，市政府为环评先招商的话是非常不智的，因为只要缆车盖不成是属于所谓的政治风险，市政府它就必须要赔偿厂商的损失，包括厂商所投入的这些环评的这些经费。那厂商几乎可以全身而退。好，所以等等，你的意思说，这个环境评估许可取得延迟，或者不，因为第2阶段的环评是由厂商来施作嘛。如果厂商得标了，他施作了第2阶段的环评，结果这个环评没有过，厂商认为这是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好，我想问一下乡亲好了，环评没有过，到底是政治的问题，还是环境生态专业的问题？认为是政治问题，请举手好吗？好，有2位。认为环评没有过是环境生态保育专业的问题，请举手好吗？好，显然这人数要比现场民调比起来是认为它并不算于政治风险了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解释看起来是对厂商比较有利，所以到时候厂商如果因为第2阶环评不过，还可以诉请国赔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如果说林佳龙新的市政府的团队，他是先去跟厂商签约之后才来进行环评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讲的环评如果没有过的话，市政府是必须要赔偿厂商的损失。第2个，如果说因为我们地方民间对于生态保育的要求非常的高，然后经过了抗争，民间的压力非常的大，市政府的团队被迫停止这些计划的话，政策的改变也是政治风险，市政府也必须要赔偿厂商的损失。我不知道新市长林佳龙是否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状况？12月1号的联合报呢，就讲到说，林佳龙市长就讲到说，对于像新大线或学古线这样子有争议的建设计划，
如果法律实质评估都合乎程序的话，它会推动完成。那症结点就在于胡志强胡市长所说的，他采用促参的这些什么第62条这个东西，它可以审酌办理，可以招商环评同时进行，它究竟是不是合法？林佳龙市长认为它是不是合法？如果他认为也是合法的话，这样争议性的案子他会推动完成，是这样真的吗？这个缆车呢，它的这边有个新设站哦。它另外一个端点在新设站，这个站呢，其实在这个 BOT 案里面，这个新设站盖一间120间，但是也有资料显示是170间的大饭店。好，这个大饭店为什么要盖在新设站呢？我们提供一个实际的数据啊，就是2014年刚刚才落幕的新社花海暨台中国际花毯节呢，创下276万的观光人潮，比去年呢增加了5%，增加了5%哦。那为整个新社周边商圈带来17.9亿的商机，是不是我们的缆车带动之下，又有一个120个房间甚或到170个房间的大饭店的带动，新社的经济会进入一种全新的形态，而这个形态是对于新社乡亲的这个想要发展繁荣家乡啦，或者说增加就业机会的这个期待是相符合的呢？我们让新社乡亲来发言一下。嘿，这几年来啦，因为社区营造其实呢赶不上我们的政策的社区营造的规划，赶不上那个政策的变化了哈，所以对于这个缆车的那个新经济体系要到新社进来了，在我个人的看法，好像是大坑的人认为说新社的人最好啦，新社人上该好来得利啦。其实呢，这个部分呢，我也建议我们新的台中市政府的团队呢，对于新社跟这个大坑这个资源呢，大家要怎么样去整合？尤其是新社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列入大坑这个风景区呢？这个我们应该是要先来做整合了哈，先来做一个规划。这样的话呢，因为资源呢，两个地方呢才能共享，人民应该是才不会反对了哈。再来就是说，最起码的，你在这个新社这块土地上，你要怎么去让这块土地的传统的农民呢，怎么样来迎接这个新的经济体系？怎么样去培训这些当地的人？怎么样来探这游客的钱啦？莫讲100几间的这个饭店啦吸引了这个厂商来投标，结果的是呢，请咱家所有的乡民呢，哇，敢若看伊伫做生意伫赚钱，咱家呢，道路也没有规划啦，游客服务都没有做，所以大哥，对那新社的花海那17.9亿没有回馈到乡民身上吗？请问各位乡亲，几个人赚到钱啦？所有的游客入来拢是伫迄个摊贩区遐内面，你就消费，就转去啊。摊贩区不是也新社乡民自己开的摊贩吗？都是外地人来做生意的，政府自己标出去的这个厂商的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只有农会部分的人，部分农会规划部分的农会有那个产销班的才能进去卖呢。一般的农民连那个难民区也没有规划，这些农民怎么生活下去呢？对不对？好，谢谢。谢谢。好，那刘老师，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位徐大哥他提出2个问题，就是说，过去新社跟大坑分属于台中县跟台中市，现在都是台中市了。新社跟大坑要不要连在一起？大坑的风景特定区要包含新社，还是说这2个新社也要变成一个风景特定区？这2个特定区之间要怎么样来合纵连横的配合，这是一个问题。再来就是说，那样的活动17.9亿，我们大哥说，乡亲连难民区的摊贩都没有办法取得，所以17.9亿也不是新社乡民赚走，他们也觉得很委屈。大坑人觉得说，都是你们新社人把利益拿走，我们其实也苦哈哈。你怎么看这中间很大的这种我们认为存在的落差或荒谬的地方？我刚才提到说，大坑好不容易终于把它并到都市计划区里面，因为并到都市计划区里面有一个自己的都市计划，接下来政府就要很负责任的去讲说，
里面的公共设施，包括污水，现在大坑风景特区里面有污水处理厂的用地了哦，然后将近1000公顷的公园用地，这些东西就是要逐步到位。过去因为都是风景区，没有办法去开发建设啊，都是私人开发许可的方式开发建设。可是回到新社这边，新社大概2万多人，我们过去这个地方，不管是花海或是这个菇农哦，香菇街这边，其实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而且大部分的活动都是在农地上面，其实讲白的啦，就绝大部分都是休闲农业、观光农场这种，就是其实是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可是它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它是中小企业，这个中小企业，因为它有弹性，所以才有可能是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去迎合就是源源不断来的游客的这个需要，才创造出它的这个真正的名气。所以事实上，这个是证明了说，这边的人实际上是有能力去迎接观光游憩的旅客进来的，就软体的部分是有能力的。可是长期以来，因为它都是属于灰都市土地，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农业区。就是农业用地，所以就变成是说，其实它是需要政府去做一个比较整合性的规划，好好的去处理这个土地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走缆车这个路径，其实是在走到回头路，我们是在创造一个特许事业，在引进财团，进一步的要来分这一块大饼。刚刚您提到说，可能是瘫痪，就是跟我们在逢甲商圈一样。其实真正在逢甲商圈赚走的那些房东，现在都不住在逢甲，因为他们都住在澳洲啊，住在英国，他们都住在海边度假，因为那个房租太好赚了，所以他也不用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是拼命的消费，让这些人住在国外。同样道理，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把新社跟大坑2个合并起来，去做一个大概1万公顷左右的风景特定区，里面不要再配备很多的公共设施，而是必要的公共设施。就很清楚的去确定，它就是一个适合游憩观光的特区，然后引入大众运输系统、轻量的运输系统。如果来新社这边，保留现在这些路哦，不要花大钱，是骑脚踏车跟走路的，骑电动车，这是低碳的那个运具的话，他如果有机会在这地方很慢的方式在这边行走的话，那个感觉是好的哦。你开车的人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安全嘛。可是当你那个运具是改变的时候，事实上那个变成是一个很舒服的那个游憩休闲的空间。所以重点是在于，我们应该优先去处理这个2个地方的，把它变成是一个风景特定区，然后优先去处理它的大众运输系统跟接驳系统，而不是急着在这边再去开发更多的观光景点，带入人潮，那只是让它死得更快而已。就是塞得更严重的意思，对。好，我想再请教一下许大哥问题，就是说，您会提到说，其实台中的新社跟大坑必须要有一个联合这同一个区域，那为同一个区域的共同规划。除了说这个风景的发展，这地区产业发展之外，跟水是不是也很有关系？因为新社台地你刚刚讲到921之后，大家才发现原来新社用的水叫白冷峻的水，白冷峻路断掉之后，新社没有水，大家才发现，新社的水其实是不稳定，它是个河阶台地。如果说今天这个新社的这个白冷峻的水，在经过921之后，水权是由这个经济部水利署水资源局来掌控嘛？水资源局目前给你们的水权是多少？够不够新社农民用？这个水权如果说没有跟大坑地区的灌区做结合的话，是不是会被限缩？如果是不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所以你认为说新社的跟大坑要共存共荣，除了是产业之外，水也是一个关键点。现在的水资源局的这个规划，就是从石冈的这个水坝，打隧道过去到后里，一条是从白冷峻引到我们这个台中这个大坑这边过来，这2条这个是新的那个计划案嘛，如果台中市政府有向政府的话啦，应该是要积极的争取这条水路。因为这条水路呢，它是有个绿色产业的这个主要用的水源，再来是它是非常的可以多连头在一直轮回在运用。
灌溉以后，它会生态啦，各方面还有其他涵养地下水，还要流到溪流，到处照顾这些生态了，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啊，政府应该从这个你要发展大坑，一定要从白冷郡的这个水源的角度去探讨了。可能水权被限缩到105年之后，可能连新社本身的水都不够用了，更何况这边还要盖一间120间到170间房间的大饭店，请问水从哪里来？现在最主要的水源假如是被限收的话，光新社还有3000公顷未列入这个水权登记的这个部分呢，它就没有水可以用了。新社就苦哈哈了，还要照顾一个缆车进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好，谢谢许大哥告诉我们这个水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过去这个案子里面，或在过去讨论里面，并没有被凸显，并没有被点名出来的。可是今天目前的现在，台湾面临休耕，面临缺水，我们必须要把水资源的分配跟运用放在所有的重大政策里面一并来考量。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到现场继续讨论。中央村民台北节目现场台湾人讨论到新沙嘅都太강的流浪其实面临要清养从它是太家全台湾都还面临嘅无水好用缺水嘅问题除咗了无水好用以外呢，新沙水嘅资源它充实到係因为922台铁同样是拍人尊团体也尊路团体是在新沙台铁无水好用，但是922台铁同要把那个新沙边太康铁器变成那个冲载器，所以梯层、梯质嘅问题也都礼拜嘅新沙太康流浪嘅讨论题不能强调出来，都在那个新沙都太康嘅流浪嘅经过嘅种嘅条口山呢，也就山度都在于用乜嘢梯层，用乜嘢梯质，亦都安全当中係咪有影響啊？上新田新聞記者江頭去現場了解一下。呢片係太康鐵器以後普通以後，也係未來新泰縣流浪鐵器團高空流浪登山後站嘅2天梯。一條3228公尺嘅流浪將會經過條河山，不過呢片嘅鐵器愛去流浪漲價非常嘅少。我是在大坑做定點觀察，做了從88年開始，所以到目前已經10多年了。那我覺得其實有在大坑健行的民眾，其實最大的擔心一定都是步道的這個安全的狀態。條河山上商鋪鐵質屬於啲岩，及為因為雨水大來崩劈，拖條河山嘅坑巷。弄時你看到石頭打到坑地背，山壁也要將生熟嘅蔬菜，呢條弄係崩劈嘅禁忌。那其實它每一年，大概步道都會崩塌。那大概我的觀察，大概每5年步道就會做一次比較大的整個的橫移，就往更靠近山、更遠離山崖的部分橫移。所以那部分它的地體本身其實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崩塌的。那在生態界是很有名的惡地。根據台中市政府嘅先期計劃，新泰縣高空流浪換送到條河山設置2個站，14個塔處，拖呢個當無本皮嘅鐵質器去按到嘅人工設施，環境咁耐得好，可能還需要個好好詳細評估。好，刚刚新闻影片有一位这个关心生态的民众讲到说，这边其实是一个地质上所谓的恶地的这样的一个恶地形。如果各位乡亲没有来过头科山，不知道这个恶地长什么样子的话，可能很多乡亲都有开中山高速公路中山高经过苗栗火焰山那个路段的经验吧。火焰山就是很多鹅卵石跟一些红土。所以只要一下大雨，就不断的崩山，不断的崩山，不断的崩山，上面也长不出什么树。那边的民隧道呢，就越盖越大，越盖越大所以那同样的，我们头科山就是差不多类似这样的砾石层的一个地层那我想请教一下说，对于这个地层，还有没有现场乡亲可以跟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做更详细的解说的？好，这位大哥。头科山层，什么叫头科山层？它其实也是我们生态的地层里面的一个沉积岩的岩层的一种，因为很脆弱。所以你只要遇了水，说它很容易就是崩坏、崩塌。那我们的这层大坑到新社这一块的
头科层，它是从新社拉，好大坑1、2、3、4、5到中正露营区，都是属于头科3层。然后这边刚才有看过影片，它其实就是变成说，它有很多裸石，有很多陡坡，它很容易崩落，很多的岩石、鹅卵石会崩落，产生土石流。然后好不容易在大坑2号那一块，其实它本来也是属于土石流区，然后慢慢的已经成林了。好，成林的时候才会有一个保安林的作用，说你要保护这个地区变成是一个土地安全的一个保安作用，而不是说它是限制人家开发而做的保安林，它是一个要保护大坑居民生活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安林。对，但是我们要做一个，这边要拉一个塔柱，要拉一个缆车线到大坑2号的时候，它要插塔柱，插塔柱的时候，它不是插牙签就好了它上去的时候要开一段的缆道，就是说缆车线道，你要开可能差不多可能超过8米到10米等等，可能依照需求的宽度的缆车道，好，它砍伐叫杂木林砍伐，然后砍到山上去。那这样子砍伐的时候，土地裸露了，产生了大雨之后，它是不是又产生了土石流？那危害的是属于大坑居民底下的这些居民跑不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所以这才是一个最危险的部分。所以我们建议说，不宜解编保安林，因为这个地方不适合拉缆线，因为我们支持的是属于环境发展，但问题是，这个地方已经是属于敏感危险的区域的时候，那它本来就是不需要再建一个这样的缆车，因为它可以去的地方很多，但是不需要从这个脆弱环境的地方来做一个保安林，做一个缆车线的一个开发。刚刚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影片里面有个乡亲讲说，这个大坑山区步道每5年就要往旁边再横移啊。那我们的缆车盖好之后，有可能每5年就跟步道一样横移过去吗？是不是要重新再施作、重新再施工？有可能吗？为什么这边的山区是这么样破碎，或是不值得去新建，必须要被保安所用？您的了解告诉我们好吗？这是大坑，我在上个周末我们看到的。大坑这个地方，随时你都可以看得到崩塌的这样的一个砾石层裸露的情形，所以可以看到说，它每一年都有在崩塌。而我们从1号步道往2号步道从4号步道往3号步道、2号步道，这是头科山的林线来看的话，很多的草生地都见证了它这2年内是有崩塌。因为如果这个山坡没有办法长树的话，就代表那个树还来不及长大就崩下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山上的每一个林线树很少，那就代表说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崩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崩塌之外呢，其实在黄玉珍就是在中兴大学水保系在2012年，他们针对刚刚就是徐大哥这边也讲了新社跟大坑这边用水的问题，所以台中市政府也针对了大坑的这边的水的资源，他们想要做了解，所以中兴大学的水保系呢，去研究大坑地方有没有地下水可以用。因为他们冬天的时候没有灌溉水，所以他们研究有没有地下水。结果他们发现这个地下水的分布跟地滑潜在区是重叠的。大坑这个地方除了容易崩塌之外，他们的调查里面有26处是潜在的地滑的区域。这个地方你想想看，如果塔柱滑掉了是怎么办？我们可以看到说从刚刚我们所说明的如果在这个地方新建了缆车，它的塔柱要插上17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插上了这些塔柱，它所遭受的风险一定很大。但是呢，豪雨、台风、地震，因为这个地方还紧邻了车龙埔断层，1999年才刚刚发生一个大的地震，错动的非常的厉害，大坑的这个受伤也非常的严重。这个地方如果再发生一次的地震的话，这些塔柱绝对受不了，那更何况是崩塌跟还有其他的台风跟崩塌的影响。但是我们在观光局最后的一个定稿本，把这些所谓的天然灾害，各位乡亲，天然灾害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如果塔柱因为天然灾害垮掉了，承担风险是谁承担？是市政府承担。市政府有没有钱？市政府没有钱，是我们全民要买单的。这个是可以让整个厂商全身而退，厂商是不用赔的，各位知道吗？厂商他们说他们要投保，如果没有保险公司愿意让你投保这个标的，如果垮掉了，
塔柱垮掉了，那保险公司如果没有人愿意赔的话，或没有人愿意纳保的话，那市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市政府过去也是有做过可行性评估啊，难道可行性评估里面他们都没有评估到这个部分吗？他们还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第一段要盖缆车部分呢，是要采索道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索道呢，就是说要盖塔柱，所以要有拉那个绳索，把那些塔柱的大铁柱子拉上去。那这个索道呢，大概是长3.2公里，宽15公尺左右，其实这么大的一条路，就等于说在山上要开一条路来盖这个缆车塔柱就对了啊。那我问一下我们的庄主秘，就是说，你怎么回应刚刚乡亲对地质的疑问？还有你们过去做可行性评估的时候，是不是有评估到？而你们的考量是什么？那针对缆车的路线还包括塔柱的新设，我们相关的资料的调查，不管是测量、钻探。那地质调查等等，包括水土保持啦，后面相关的作业的，那也都依照相关的规划来去做哈。那塔柱的那个设置啊，当然要避开相关的地质敏感地区，包括顺向坡，包括那个崩塌地等等的地点，那个会产生危害的一个地区啊。所以未来当然这些资料，那是不是可以新设？因为未来那个得标厂商他还是要提开发计划送环评，送后面的一个审查的一个机制。环评不过又是政策风险，又是政治风险，到时候又要国赔是这样子吗？我想那个送环评之前还有厂商的相关的招商，那属于我们还在招商阶段，我们有一个退场机制啊有个退场机制，有一个退场机制那个内容我现在就也不便讲，因为还在招商阶段。所以你们跟招商的厂商之间有个默契，就是这个案子如果不成的话，有个退场机制，所以厂商如果要对政府求偿的话，有一定限额，大概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不是，我们也不是跟厂商那个有默契的，还是说您白纸黑字在招商书里面就写明了？因为你在招商文件里面，我们也是请相关的那个专家学者审查嘛，他也定那个招商文件，那些不是跟厂商，有一个默契，不是这样。所以刚刚蔡理事长讲的那些事情有可能发生吗？比如什么政治风险啦，什么这个天灾都要归政府来负担，这些其实他说的是真的吗？我想我只能这样讲，我们有一个退场机制。那后面的事情我就没有办法来这边回答。好，那退场机制是不是站在台中市民最大利益的这一方？我问这个问题好不好？当然我们会这样子来考量，那放在里面。那这一部分当然就是在跟厂商订的那合约里面去规划了好，谢谢。好，那我不知道说现场的乡亲对于这个缆车的新建部分还没有什么样意见？认为说是不是有必要呢？还是说其实你现在这样整场听下来，你觉得说其实可以像我们蔡理事长讲，直接撤案，根据保安林的法规就可以撤案？好，这位大姐。这个缆车的规划在台中市政府的脑袋当中，一直都是用一个短线形态的那种消费的模式在考量。而不是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创造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观光形态的模式的建立？对，那其实我觉得听了这么多那我想不用像刚蔡理事长讲到的后面的这些状况不用等到它塌掉其实它一定是赔钱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猫缆就是在赔钱。对，那猫缆要不是因为台北捷运这么的赚钱，否则它早就倒了。那以台中我们在地台中的市民的角度来看，其实大家都知道，会塞车只有礼拜六、礼拜日或者是假日，平常其实都是没有人在做的。所以说缆车未来，我相信对台中市政府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沉重的包袱。那到后来可能又要是我们台中市民来买单呢。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从长计议。那我想，如果不是这种短线的，不是缆车，您会推荐什么样的模式？对。其实我觉得新社从921之后一直在做刚刚徐理事长所讲到的那个社区营造。那这个社区营造其实带动了很多地方的那个小型的产业、休闲产业跟农场的发展。那其实这边有非常多很可爱的小型的民宿、小型的农场。
那为什么我们观光旅游局没有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现在以我们整个大台中的都会居民市民的角度来说，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一个经常能够亲近大自然、亲近农业、亲近土地的一个地方。那新社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而且现在又很强调食农教育。对，那正好我们台中尤其是食品安全风暴一再爆发之后，是我们需要找回跟土地跟自然的重新的连结。那在台中的都会地方就有一个这么棒的、这么好的一个新社台地可以来。台中市的后花园大坑，中部的阳明山新社。是啊，为什么我们没有要去发展，把新社变成是一个食农体验的重要的基地？好，谢谢这位大姐。好，我看这位大哥。从大坑拉到新社来讲，在我们做休闲产业这一块来看呢，其实它贡献度应该是不大的啦，因为129线都要拓宽好了嘛，明年就很拓宽好了，所以这一个很短程的一个路程呢，其实它塞车的过程也不是很严重。如果要带动观光的话，你这个步道一定要维修得更安全嘛，哈。如果真的要做，我呢是建议做那个学古线呐，哈。先做学古线是不是？如果要做的话，真正要做的话，一定要做的话，好。因为这可能会带动整个大山城的繁荣嘛。好，谢谢。好，主秘，我们这位新社休闲业者讲，你一定要发展这个休闲观光产业化，请你先开学古线。他觉得新大线不是优先顺序排在比较后面，而且他觉得现在问题重点是在于解决现存的交通拥塞或瓶颈，就是地区路网的规划是首要重点。你怎么回应这位乡亲？第一个我想在除了缆车之外，我们观光旅游局对于农业观光刚刚提了很多相关步道啦，自行车道、美食旅游啦。好的，特色的绿色旅游之类的，我们都同步琢磨在进行刚刚提了这些意见当然事实上后面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交通的刚刚讲到交通的相关的拥塞的问题，那当然为什么也就是因为为什么不以急的，就是说在这一阶段，因为它会经过中间虚线这一块那都是大家聚集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本身在这一块里面就是说很唐突的去做一个硬要的一个，因为有一个土地的一个问题，还有交通的一个问题，所以目前就是说以金浦库，然后到登山口这一段那用接驳的一个交通接驳方式，还有包含其他的，包括停车拦截圈、交通拦截圈的，还有相关的一些措施、因应措施来处理了那来先做后面这个高空缆车的一个推动大家做上这样的一个补充说明。好，谢谢主秘的解说。我看到这位大哥还有意见新大线、学古线这个部分，说上面跟饭店绑在一起，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觉得很新奇，所以我们看了国外的一些缆车的例子，就发现了说，那国外缆车它只是把人载到上面去观光，看完之后整就载下来了，它没有所谓的特许经营。没有在上面这个对，没有睡觉过夜的。对，没有在过夜这个回事，所以变成你在上面盖120间饭店。而且是跟缆车绑在一起，其实不对啊！我们新社有花海，有这么多几十家休闲农场，你把人载上去，不让他在上面睡觉过夜，我们新社乡亲赚什么对啊，但是问题是，就是这些民宿业者以何在呢？对吧？因为这些是要照顾这些的居民，这些的人啊，为什么只照顾到一个120间的饭店呢？其实这就觉得这是有对你的社区，你应该说你的公共建设的一个部分，应该是对全民有利的，是对这个区域有利的，而不是只有对一个业者有利的。好，这是我的意见，谢谢。好，谢谢。那我把问题交给我们的刘老师，就说好。那今天呢，我们讲到2014年的这个新社国际花毯节这个来了270多万，将近280万人次的游客，这么多游客上来。我们是要来看看，这游客是国内旅游的游客吗？这些游客是要来住民宿，还是来吃香菇，还是来住饭店，还是来洗温泉的？我们是不是先去了解一下新社目前这个观光人口它的构成、它的目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来做配合，还是说我们就是去像创造一个蓝海一样的盖一个120间的大饭店，来满足另外一批现在还不存在但是值得被开发的游客，然后
让这些民宿业者跟这个170间、120间饭店的大饭店去竞争。您怎么看这个政策规划，还有这个设计背后的一些这个专业的考量？我觉得我们着眼点不应该再去，你刚才提到说再去找一个新的东西，好像要来带动什么，而是我们现况现在在这边的人，他所面对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面对它，然后去帮忙解决它？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去创造一个我们经常对特许事业，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批评，是说你特许他，给他特权，然后给他特权的前提是他如果不赚钱，他就一定不会来。所以他那个特权叫特别赚钱。啊，既然特别赚钱，就是你就要考虑啊，你给他特别赚钱，然后他才愿意来。可是他来了之后出问题，他又不用负责任。我们去创造这个机制，其实对在地的人没有好处啦。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在思考这边的发展，还是要回到刚才主持人问得很好，我们这边是不是还是以国内旅游为主？看起来目前是，而且这个国内旅游呢，基本上还是所谓的尖峰跟非尖峰，就是说应该要有我们闲的时候没有人来啊，就是我们很忙的时候又来了一堆人，可能服务不了。换句话就是说，尖峰、非尖峰分摊的问题，可能是业者是希望，或许政府可能会稍微拉拔一下，不要把所有的人全部都从假日的时间涌进来，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才涌进来，这个是政府可以着力的啊。所以我是觉得政府应该，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应该是要把自己定位清楚在这边。我是觉得，如果是这个缆车真的只是噱头，而且对现在在这边中小企业帮助是不大，包括他们面对的困境，因为土地的困境，土地使用、农舍不能扩建，产业道路搞不好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啊，这些东西或许是比较现实面的。我是觉得是不是朝那个方向去集中火力，会比我们就是有一点分心哈。就是来看这个缆车，以为我这个缆车的活不下去的，会误导我们。我是觉得这是不是政府应该有的作为啦？好，刚刚刘老师讲说这是一个特许的事业，来，这总共的特许年限呢是34年，4年的新建期，30年的特许经营的时间。我想要请教我们的台中市观光旅游局这边。过去你们所分析到的、所掌握到的新设的或大坑的旅游人口，是国内观光客占比是多少？国外的这个国际观光客占比是多少？国际观光客逐年增加吗？它增加比率是多少？而这些客人里面会有大部分需要团客来住120间大饭店吗？还是说散客其实喜欢去住有田园乡间风味的民宿呢？就是整个旅游人口市场的结构，你们调查清楚了吗？而这样的一个缆车的新建跟120间到170间大饭店的配套，真的是解决的方案吗？那目前你们就这样子一个状况下面，会对新的市府团队提供什么样的你们专业的一个建议作为参考？那最后请您做结论，谢谢。今天的这个讨论，我想，缆车的一个新建，本来就是应该在观光游憩跟生态保育里面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推动下，来推展，这是应该要走向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未来不管在有没有成型，在用地取得方面，或者是环境影响评估方面，或者是民间投资的状况，或者是地方上的那个产业的一个结合上，大家的意见的一个要做审慎的再评估探讨了再来才能带来有一些公益存在。那存废当然要以提升正面的利益为主这是今天我个人做这样的一个看法了。好，那最后的问题，有可能重新再召开新的所谓的公听会或说明会，针对乡亲来讨论这个东西，然后新的经过这一轮讨论的乡亲的意见，形成一个新的民意，交送给新的市府团队吗？会再重新办理吗？我想那个缆车，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推动的那几个阶段嘛。那阶段到哪一个阶段，包括地方说，不管环评，不管要用地取得
要该来做说明会的一定要做，那个程序一定要去完成。不管哪一个阶段，它的作为都一定是这样。依相关的规定一定要做办理。那在检讨上，当然未来不管推与不推，相关的那个评估我们还是一样要做审慎的来评估，才能往下走。最后把这个发言权交给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蔡理事长。针对于这个新大县，你所关心的生态上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你要来呼吁的？在大坑这个地方，真的是充满利益这个纠结的这个地方，大坑。不只有新大线缆车，你看看，还有裕大花园别墅，这个比水南机场开发案200多公顷，300公顷的山坡地被啃成这样子，我相信在网络上面大家也闹得沸沸扬扬的。但是山坡地超过1公顷就要经过环评，这是300公顷已经被啃成这样子喽。我实在是不知道我们政府怎么样看待我们现在这块土地的整个长远的规划跟发展。像今日村民大会从新泰县嘅建设、流浪嘅建设来讨论到，看到青岛嘅面向，无论係地方嘅产业来讲，企业嘅发展嘅规划，也係講路面嘅興建，甚至係水資源利用，但從無共樣嘅方向、無共樣角度來看這問題，唔係按單槍是講，哎呦去流浪咯，去炒流浪看。抽查看風景按用聽聽哈，好像村民大會作為一個公共嘅平台，所以希望講多元意見到咗個平台來提供俾大家做參考，也請持續來收聽村民大會，希望大家支持，謝謝。